確實角落嗰個細路，低頭唔敢望人。書包上面嘅污漬寫滿委屈同傷痕。老師睇見卻冇出聲，人人當作冇發生。一句忍下就過去，換嚟更多不公允。如果真相無人願意講，公義仲剩幾多光？如果人人都選擇退讓，錯嘅一方更加張狂。沉默應該係答案，面對欺凌更加唔可以習慣，總要有人企出嚟，為受傷嘅人撐起一把傘。沉默唔應該係答案，正義從來唔係一句口號，更簡單。當你願意發出聲音，學校先至唔再令人驚慌。位老師堅持原則，卻被流言不停中傷。佢冇選擇低頭退讓，仍然守住自己信仰。學生終於鼓起勇氣，講出埋藏多年真相。原來黑暗最驚嘅，從來係一道光。權唔係為咗傷害，而係守護善良存在。當制度忘記初心，總有人企出嚟重來。沉默唔應該係答案，唔可以冷眼旁觀。當所有人都敢企出嚟，世界就會開始改變。沉默唔應該係答案，真正勇敢係守護每一分善良。再無人需要獨自受傷。